好，除了这各项的备案以外，即马来关心这经济的备案。这是台南市前经发局长陈凯玲，因为牵涉到供电备案，检方今仔日呢是去超检科会主委办公室，也有伊的徛家，就连这主委本人嘛，互人带去。初步了解，那像就是因为甲特别费，也有公务车使用有关系。也那台南市市政府呢是回应讲，会全力来配合调查。 办公室头仔年救来，看房当中会当看到人影。台南市检科会主委王志成是面烧叮当，落尾甲喙暗挂开。结果入去到台南市检科会主委室的人来自调查局南基站，照地检署的指挥，二日透早朝台南市府查考相关的证据。是什么业务吗？我都不知道啊。那就人家检举乱检举，对不对？我都不知道。 专案技术甲检讨会主委的特别费、公务车的使用有关系。经过了解，检调接到检举，王志成技术特别费使用无妥当，也涉嫌以公务车接送亲人。透早分别敲伊的主委办公室、徛家等等，也甲王志成甲其他的证人带到去南基组讯问。 秉持依法行政的原则，那我们会全力的配合检调单位来厘清案情，期望能勿枉勿纵。大概第一个特殊会，第二个我们听到是交通车使用，这全国上流行的项目，案件才开始了，各县市拢有这个代志，唔是甲单市。 台南市府防超所毋是第一届，前台南市经发局长陈凯玲设立供电的备案，检调2届超所台南市府，这届又有检科会主委互人检举。不过台南市回应立场未改变，会全力配合调查，因为案件搁在执行当中。台南地检署会看检察官调查涉案经济轻重作出决议了后，才搁对外公布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